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3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5篇第11节到28节，出埃及记35章第1节到29节，使徒行传第10章第9节到2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敬拜上帝。敬拜上帝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。记得摩西第一次去找法老王谈判的时候，就已经这样说：让我的人民离开，去旷野服侍我。建筑会幕是在摩西上西乃山领受的十诫，领受了敬拜上帝的诫命之后，得到上帝的命令，说要在安息日敬拜上帝。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35章第1节到29节这样子的提到了。摩西召集了以色列全会众，对他们说：这是上主命令你们遵行的事。你们有6天可以工作，第7天是圣日，应归给我上主作为安息日。凡在这一天工作的人必须处死。在安息日，纵使在自己的家里，也不许生火。摩西对全体以色列会众说：上主这样命令，你们要向上主献礼物。凡乐意的人都可以奉献金、银、铜、麻纱、蓝色、紫色、深红色的毛线、山羊毛织的布料、染红的公羊皮、精美的皮料、金合欢木、灯油，制作圣油和香的香料，用来镶在大祭司的以弗得圣衣和胸牌上的红玛瑙，还有其他的宝石。你们当中的名匠都要来制造上主所吩咐一切的器物，就是圣木、圣木的顶和外层的顶盖，圣木的钩子、骨架、横木、柱子和柱座，约柜、柜的杠子、柜盖和遮盖的帐幔，供饼桌、桌的棍子，所有的器具献给上帝的供饼，灯台和附属的器具，灯和灯油，烧香的坛和杠子，圣油和芬芳的香，圣木进口的门帘，烧化祭的祭坛和附带的铜网，杠子和所有的器具，洗涤盆和盆座，为院子的帷幕、柱子和柱座，院子进口的门帘，圣木和为院子的栓子和绳子，祭司在圣所供职的时候所穿的华贵圣服，就是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的圣服。以色列全体会众都从摩西跟前退出，凡甘心乐意奉献的人都带来礼物，献作建造圣幕之用。他们带来了崇拜所需的一切和缝制祭司圣服的材料。每一个乐意奉献的男女都带来了饰针、耳环、戒指、项链和各种金饰，献给上主。凡有麻纱、蓝色、紫色、深红色毛线、山羊毛织的布料、染红的公羊皮或是精美皮料的人也都带来。凡能够奉献银或铜的人都带来献给上主。家里有金合欢木可供工程用途的也带来了。手艺精巧的妇女也都带来亲手纺织的麻纱、纺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深红色的毛线。他们也用山羊毛做纺线。领袖们把可以镶在以弗得圣衣和胸牌上的红玛瑙和其他的宝石，以及点灯至圣油
而制香所需要的香料和油带来。所有以色列人无论男女，为了上主吩咐摩西进行的工程，都甘心乐意地把礼物带来，奉献给上主。我们不但要在安息日上敬拜上帝，更要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。这是以色列人的信仰生命的职责，也更是现代基督徒所要执行的责任。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听到了今天的经文，彼得在异梦当中拒绝吃那一些自己以为不洁净的东西，但是上帝告诉他说，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为是污秽。敬拜上帝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顺着上帝的旨意，即便是违背了自己有限的认知，违反了民族文化的常理。我们也看到了彼得的顺服。圣经使徒行传第10章9节到23节这样记载：第二天，他们赶路将近约帕，约在中午，彼得到了屋顶上祷告。他饿了，想吃东西。那家人为他预备午饭的时候，他得到了一个异象。他看见天开了，有一件东西降下来，好像一大块布的4角都绑住，垂到地上。里面有地上的各种飞禽走兽，有爬虫，有声音对他说：“彼得，起来宰了吃。”可是彼得却说：“主啊，绝对不可能啊！我从来没有吃过任何污秽不洁的东西。”那声音第二次对他说：“上帝认为洁净的，你不可以当作污秽。”就这样子一连3次，那件东西就被收回天上去了。彼得正在猜疑，不知道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这时候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找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高声问：“有没有一个名叫西门彼得的客人住在这里啊？”彼得还在寻思那异象究竟什么意思的时候，圣灵对他说：“有3个人来找你啊，你起来下去跟他们一道去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我是差遣他们来的。”于是彼得下去对那些人说：“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，你来是为什么呢？”他们就回答：“是我们的长官哥尼流差我们来的。他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义人，一向受全体犹太人民的尊敬。他蒙一位圣天使的指示，要请你到他家里去，好领受你的教导。”彼得就请他们进来，招待他们在那里过夜。诚心实意的敬拜上帝的人，就会顺服上帝的旨意。也只有愿意听从上帝旨意命令的人，才能够蒙受上帝的恩典。诗篇35篇第11节到28节：凶恶的人妄作见证，指责我没有犯过的罪，他们以怨报德，使我孤苦无告。但是他们害病的时候，我穿上麻衣为他们哀伤。我进食，我低头为他们祷告，我带他们就像朋友弟兄，我屈身哀悼，像哀悼自己的母亲。然而我遭遇难的时候，他们却幸灾乐祸地聚在一起讥笑我。陌生人击打我，不断地攻击我，这像残忍的人戏弄脖子。他们向我咬牙切齿，恨恶我。上主啊，你做事不理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救我脱离他们的迫害，从这群狮子口抢救我的生命，这样我就要在聚会当中感谢你，我要在会众的面前歌颂你，
别容许撒谎仇敌因我失败沾沾自喜，别容许无辜恨我的人因我的痛苦挤眉弄眼。他们不说友善的话，却造谣重伤爱和平的人。他们张口诬告我们亲眼看见了，但上主啊，你看见了，求你不要缄默。主啊，求你不要远远地站着不理我。上帝啊，求你醒来为我辩护。主啊，求你起来为我伸冤。上主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照你的公义宣判我无罪。求你别容许我的仇敌向我夸耀，别容许他们想这正是我们所要的，别容许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灭了。愿那些幸灾乐祸的人都失败很狼狈，愿那些自以为比我强的人都失望蒙羞，愿那些因我被宣判无罪而快慰的人都欢乐歌唱。愿他们不断地说，那位喜见仆人成功的上主该受尊崇。这样我就宣布你的公义，我要整天来歌颂你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带领我们离开为奴的境界。求主帮助我们真心实意的敬拜，并且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自己，使我们能够以真实的生命来服侍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